云林岛啦，民生南路的上款停车位无够，生理欲嘛受到影响。县政府打算要开11亿，伫附近区停车场提供200个汽车的停车位。最近会来开说明会，嘛要来向中央争取补助。已经结束营业的店家，外壁打大升租的字。云林岛6市民生南路上款因为停车位登记不足，若有违停乱象，也互相关生理受到真大冲击。最近云林县府计划伫附近民生公园增设地下停车场，有民众真赞成。这个商圈啊，那个周边停车位不够啊，大家就觉得很烦，因为你现在一般的那个商圈。如果附近没有停车场可以使用容纳的话，一般客人是会假日的话，车子都乱停啊。因为你地下你人未去弄掉安怎生啊？云林县府高公局表示，2019年县府捌争取民生公园新建停车场，因过迄当时大约有2000位民众联署反对交通部伫2020年停止补助计划。因过即马经过协调，地方希望会当增设停车场，最近会召开说明会。那初步了解当地大概已经没有人反对了哈。那因为这个5年来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变化确实他们也感受到这个停车位的需求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商圈。高公局表示，5年前民生公园地下停车场工程经费大约2.8亿，不过最近几年关部了起，目前预估经费爱5.5亿，另外还有中山公园停车场预估经费5.3亿。最近会甲地方召开说明会，伫设计规划案完成了后，即个向中央争取补助，改善停车位不足的现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